蛇嘅朋友今年人緣唔差㗎，不過呢就冇乜有力嘅吉星幫到手啦。再加上呢凶星嘅數目相對地比較多啊，咁包括咗有白虎、天熊、破碎同埋子背㗎，咁所以呢整體嘅運程都唔係好順利㗎。事業方面啊，咁今年嚟講呢就冇咁順利啦，多波折，多是非少人，會辛苦啲咁解啦。咁如果你係希望今年會得到更大嘅突破呢，就似乎機會不大啦。財運方面啊，咁喺吉星少凶星多嘅情況底下呢，對於正財或者偏財運都係不利㗎。咁所以對於一啲賺取穩定收入嘅打工仔嚟講呢，咁就似乎比較穩定啲啦。咁如果你係做生意又或者係以賺取佣金收入為主嘅朋友嚟講，咁今年嘅財運呢就冇咁穩定，甚至乎會差少少添。咁而且亦都需要留意翻下剛才所講嘅凶星啦，會增加咗你嘅開支，或者令到你容易出現破財嘅機會㗎。健康方面呢就冇咁好啦，咁啊抵抗能力亦都會差咗少少啦，咁甚至乎連傷風感冒嘅機會亦都會多咗㗎。咁當然啦，病向淺中醫，有病嘅話就應該及早去睇醫生啦。嗱，另外今年不妨安排下去做下 body check 啦。感情方面啦，咁今年呢就冇桃花星㗎，咁所以如果你係單身嘅朋友呢，今年拍拖嘅機會就不大啦。嗱，如果你係已經有伴侶嘅，咁今年就需要提防容易同你嘅伴侶發生拗撬，咁就需要自己好好控制情緒啦。如果想化減是非口舌嘅話，咁就不妨喺今年是非星所到嘅位置，即係正西位啦，咁就擺放一座表面圓滑嘅玉石山擺設。另外，亦都適宜喺呢一個方位嗰度咧擺放一啲紅色或者係粉紅色嘅飾物擺設，例如咧，亦都可以擺放紅色嘅揮春㗎。如果你想催財，又或者係催旺整體嘅運勢，咁就要喺今年財星飛到嘅位置，即係屋企裏邊嘅正東位，擺放一個配有燈膽嘅流水擺設，又或者係擺放一個液態嘅香薰擺設喺度。記住水質要保持乾淨，所以要定期更換清水啊！